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嘅福气台咧。嘿，乡亲朋友啊，你上次未知道哇，声音当像动难搞吼，动难吐。我们下午吼嘅声音吼发脾气嘅是一些食材，唔对容易来面对账号哦。今本日老大家咧分享嘅是讲你拄到声音有安样嘅问题，你容易来面对，容易来治疗，然后容易来教声音吼。所以大家咧分享你今届来宾，其实你嘅自送心理师蓝奕峰先生分享。大家好。我是蓝奕峰心理师啊，欢迎老师哈！哇，老师其实这个看到老师看起来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好像很有权威，有没有？因为已经这个太资深了。所以今天要跟老师来讨论的问题是同声音之间，我们说教养的问题。不过呢，在讲到这之前呢，我要先提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有很多人会说，现在的小孩很难教，有没有这种感觉？每一个父母亲好像都是有这样子的感触哈，觉得对，而且会不会去到诊间就说老师，我觉得现在的小孩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都教不动了，是，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一开始就会先讲到说，其实很多时候哈，其实做爸爸妈妈跟小孩之间，其实有时候会有冲突哎。对，而且好像看起来冲突越来越多，对，问题越多元。对，所以其实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冲突？比如说，或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他们这样的冲突？我觉得好像很多时候是第一个是孩子自己的气质态度，第二个是父母亲的教养方式，再来就是当然就是生活上遇到的特定的一些事件，这些全部加起来，对，就可能如各种这种不同的那种冲突啊，就是吵架啊，然后有一些严重一点的，确实可能就是会需要来到诊间，需要专业的协助。对，而且我们先讲，老师，其实我们可以说共同声音其实3岁、4岁也算，也就会有你不同的相处模式。到了9岁、10岁也一样，对不对？然后我们说。更别提到了青少年。不过，基本上我们 TPA 讲也就是他 staying 哦。像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了。比如说，你除了他的食衣住行娱乐，我们常常会讲说，像有时候你去往街去百货公司的事情，就会看到青岛的 staying 同妈妈有没有？哎，逛街逛一逛，然后 staying 就可能要买一个什么东西，妈妈就想说不行。上礼拜已经买了。对，然后你就看到 staying 在发脾气，有冇？黑某就在百货公司。转来转去，有没有？对，然后可是公司拆发，我还讲看到哎，我给请停，你会知道那个妈妈好辛苦。是啊，对，像这个时候，这种问题很常见，对不对？有的时候，好妈妈会来抱怨啊，就讲，刚才一个声音哈，要不到的时候很拗啦，很坚持啊，一定要给他。那我就每次都笑一笑啊，问妈妈说我说你这次给他。后果是什么？我妈想一想，他下次还用这一招啊？我说当然啊，要是我也用同一招啊，因为我知道我只要在地上滚一圈，玩具我就拿回家了。所以我常常我们就会提醒父母亲说，这个时候呢就比谁脸皮厚哦。妈妈呢，要是有办法呢，沉得住气，你自己不怕丢脸，那我跟你保证，绝对是你自己的小孩会怕丢脸。他闹一闹以后，发现要不到，他就起来了。你要是闹一闹，然后呢，发现，哎呦，大家都在看我，好害怕，赶快啊！好啦，莫安来啦，好啦，奶路买了哈，哎呀，赶快回去，这样子很丢脸啊，这样子。然后小孩起来以后就会说，下一次用同一招，因为妈妈就会买账。所以通常的状况就是，这个是。一点角力啦，但是这个是就表达出说父母亲的教养的方式。真的，我觉得其实去往给问有安给问题，有时候其实你去传堂示范给时间也会遇到。其实你会觉得妈妈蛮辛苦的，你就觉得她已经很认真同声言讲不过声言有时候不听就是不听，黑某给传堂走来走去的时间，你就会谈到妈妈她很大声讲说。莫再来造诣，很大声，危险哦！要吵吃饭，对，所以其实
也系一个轻简单嘅理解，当然唔可以讲大家声音都按用音，好，其实唔过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同声音真音会有一些沟通上面的冲突，我们这边就告诉大家说，我们要如何来化解同声音之间的冲突，对不对？这边就很清楚的讲到有情绪前、情绪当下、事后处理，对，我们请老师帮我们说一下。哦，是通常的状况，其实因为父母亲是主要照顾孩子的人啊，所以其实是应该是你对孩子的状况其实是最理解的。那我们这个部分其实只是一些提醒就是说，当孩子的情绪快要起来的时候，卢比的公来能够陈红吃饭，好，比如说小孩说我一定要吃这个，我不想吃那个。爸爸妈妈就觉得说不行，你就不可以挑食啊！我点什么你吃什么。好，小孩，你这句话讲出来，你就看小孩开始脸臭臭，好像快要生气的样子，快要生气了。对，好，这个时候一定要先介入的是，不是叫他不要发脾气，或者是听你的，好，你要让他知道说，我注意到你的情绪了，好，我有注意到你不高兴，所以也许妈妈可以轻描淡写的讲一句说，我要你吃这个，你好像不是很高兴，好，至少让孩子感受到说，你有注意到我不舒服了，你有注意到我不高兴了，好，但是呢，家长最好还是要保持比较温和坚定的态度，倒不是说一定摆出所谓的家长的权威啦，但是就是说沟通这些事情，有的时候小孩子，比如说像营养啊这些生活的这些常规，这个是我们大人本来就应该有一些坚持，对，好，所以重点是要让孩子照着做，但是不要带着情绪照着做，好，所以父母亲自己不要情绪先起来，我叫你吃你就吃，按斗发，好。小孩子什么有耳无嘴吗？我是为你好，这句话小孩其实很反弹而且这样的话讲出来之后，其实父母亲自己更气，因为就会觉得我自己的苦心好像没有被小孩，我对你这么爱，对我无怨无悔的付出，就我以是按用给我按用，我以是要抢，所以就会希望你均衡营养，结果你按用你，对不对？对，所以但是就是会告诉他说，我要你吃是因为营养，好，很简单，也不要乐等，一直讲啦。跟你讲Saint Thompson，好，他只是会觉得说你一直在要求我，对，但是就告诉他说，这一小碗青菜，抢出来一听而且，好，那你之后可以吃一点你喜欢的，好，稍微有一些合理范围的交换，但是父母亲要坚定。要变成共斗嘛，就会看温和、看坚定、跟开突，而且事后处理很重要，是对不对？等到离开那个情境之后，你要跟孩子找机会讨论，好，比如说跟小孩讲说，妈妈有没有送礼拜啊？可能黑吃饭的时间的哈，你记不记得哈？妈妈很生抢出来，你就没事，好，你在跟我发脾气，你觉得妈妈为什么一定要叫你吃青菜？好，跟孩子讨论，这样比较能够去预防他下次遇到同样的状况的时候又来发脾气。是。不过我今日来到鸦片同大家来分享，就会其实跟孩子之间的冲突，老师今天有特别提到一种，就会让他跟我讲跟游戏治疗啊，对哈，什么是游戏治疗？游戏治疗哈，我讲客家话讲搞玩呐，好玩好。游戏本来就是我们人类最原始的一个，几乎可以说是本能。我们大家儿童的时候都会玩，对，我们在玩的时候去学生活里头各式各样的事情。好，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子跟人家分享？我怎么样跟人家沟通，对吧？好，我搞一个玩具，我也要玩，好。两个人吵，好，那怎么样去协调？其实孩子自己都会有一些方式，所以游戏本来就是我们最早的融入这个社会、跟人沟通的一个互动的方式啊。那我们现在比较专业的在讲游戏治疗，是指有一些人有一些尤其是孩子们他们比较有困难用口语去表达，或者没有办法像成人一样做
諮商哈，心理的諮商，用讲述的方式，那我们就会引入游戏治疗。游戏治疗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哦，大部分是心理师跟着孩子一起玩哦，一起玩。所以有哪一些类的孩子会比较需要哈？比如说，有的孩子挫折的耐受度很低很低哈。一下有什么不舒服，马上就爆炸，好，或者是说很低自尊的，好，过度依赖的孩子，好，那有一些呢是行为上面造成很多对别人的困扰，哈，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常常听到的注意力不集中啊，他用一般的学习方式可能很难学习的，我们就会用游戏治疗来协助他去学习一些行为上面应该要有的规范，好，那更多的时候呢，家庭哈有发生一些事情。孩子可能没有办法讲出来，那我们就会借由游戏的方式重现他遇到的困难跟状况，然后心理师去协助说那大概是遇到什么状况，然后我们再来协助孩子进行治疗哈，改善。冇錯哈，其實遊戲治療哈，還有動到解放學，讓大家都分享，大家聊下，等下就陣來。今日其實討論很重要的問題哈，因為等下家長係講有成癮嘅時間哈，係講遇到很多的問題，其實佢唔點樣用嚟搞，好，譬如講我們剛剛形成有共多，在上段節目到底哪一些孩子是可以去接受像這樣的遊戲治療，而且其實效果是不錯的，對不對？哦。比如說，我們常聽到的比較多被轉過來的孩子吼，他們在家庭裡頭可能有一些手足方面的競爭，常常跟這個自己的兄弟姐妹，只要一言不合就是吵或者是打，那我們就會在遊戲治療當中，比如說心理師呢可能會用一些團體遊戲。然後先去觀察，就是可能沒有先設定，但是呢，就是讓他自己去選，這一群的孩子們自己玩些什麼，然後有的時候會刻意去製造一些衝突的情境，比如說現在就是4個孩子在這邊，但是就只有2個玩具，好，那我們就會去觀察這個孩子怎麼樣子分配這2個玩具，是大家一起玩，還是你先玩，要不然就是我要先，你們大家都要聽我的。還有的一些狀況就是，有的孩子他很習慣，比如說他可能是獨生子女，這個我們最常看到。對，因為他太習慣在家裡都是他的，所以等到學校要去分享的時候，糟糕了，不會。對，他不是故意的，對，他沒有學習，對，他沒有學習，所以我們就在遊戲治療裡頭去告訴他說，你怎麼跟人家分享，好，比如說，那好，那我現在跟你玩，那你跟我說，你的也是你的，我的也是你的，全部都是你的，那我要玩什麼？心理師可能會這樣問他，他就想想說，那不然先給你玩。玩多久以後要給我玩？這是一個方法。那心理師可能會再問他說：“那我玩的時候你都沒有玩，這樣子你很無聊哎。有沒有辦法一起玩？這個東西要怎麼一起玩？那我們來想一下，怎麼樣子可以一起玩？所以這個是有時候我們在治療的時候很細緻的去跟小孩討論，對，怎麼用，怎麼使用。對，那當然有一些狀況就會是比較，是等於是這個遊戲治療是在。協助我們偵測孩子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比如說遇到可能是暴力的，或是重大身心傷害，是孩子講不出來，因為情緒上的傷害太大了，對，講唔出來。真嘅，因為有聽到嘅聲音嘅，佢哋播下嘅時間可能有爸爸媽媽跟家庭暴力，對，洋蔥也唔洋蔥，我們現在這邊先不討論。不過有可能有安樣嘅問題，佢唔點樣講，不過其實佢嘅習慣都會有輕台嘅傷害。對，那我們就會用好，比如說用玩偶的方式，好，心理師跟他一起玩，好，就觀察他怎麼對待那個玩偶。好，有的孩子會講出來，就是他會說，他都打那個玩偶，他就說你不乖。好，所以我要打你，然後你會看到他摔那些玩偶，摔玩具，然後心理學問他說：“
那你觉得他有没有很痛？然后其实孩子有可能就是在想到他自己之前的状况。对，好，所以这个会协助我们去侦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去知道怎么协助他。是，所以其实堂行上那种共益类，其实你就会让他们在那边玩，包括刚贤堂举例车子嘛，玩具车，其实也是让他们学习互动、学习分享，这是一个方式。对，然后另外一种就会在安永给过程里面，你真的就是观察孩子的细密行为，对，然后了解他可能背后遇到嘅问题很好解。不过像按永影嘅游戏的治疗，它有年龄的规范嘛？比如讲几度 C 到几度 C， 当然高嘅东西会冇强用。哦，所以我们也会去看哈，我们以大致的标准来讲，比如说小朋友玩扮家家酒，的那个光一个扮家家酒的游戏，小孩可能可以从2、3岁玩到10岁、12岁，可以哦。可是他的内容细致度会不一样，是哦。那他可不可以自己动手？有时候做一些玩具，有没有小朋友有时候玩纸娃娃？有。好，那他自己在手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去观察。好，就是说，如果他这个年纪玩的游戏还是很幼稚，我们就会去想，这个发展上面有没有什么迟缓？那有些时候，在这个年纪不应该懂的东西是好，尤其是比较是跟暴力啊、性啊相关的，这个我们也会特别注意。对，你为什么会在这个年纪玩这个游戏？好，那这个我们就会了解背后到底有什么故事。是尤世杰 USA 呢哈，他们玩游戏的方式很奇怪。那我们也会从当中去看，就是这个游戏确实是适合他玩，可是他玩游戏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怎么说？比如说呢，我们有一些孩子，在玩鬼抓人的时候，这个是小孩很常玩的游戏。对，我们也是下去跟他们一起玩鬼抓人。那有的小孩你就会发现，他了解这个游戏怎么玩，对不对？好，现在我当鬼，我要去碰到谁，下一个就是鬼嘛。没错。好，然后其他人就要跑来跑去。可是有的小孩就会在玩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很奇怪，他会大家都是躲那只鬼啊，可他就会故意的过去，然后就是他搞不清楚状况，然后他就会跟他讲说，那碰到我，然后就让那个人碰到我，然后自己就变成鬼了，这样子。可是等到他要去抓人的时候，他不知道他原来应该要去抓人。那这个状况我们就会去问那个孩子说：“你认为这个游戏在干什么？”是，你看别的小孩他们玩这个游戏在玩什么？那也有可能就是他真的搞不清楚。那这个认知上面因子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我们都会去看。是那还有一些呢，游戏治疗也不是只有玩，因为它有很多形式。对比如说画画本身也是一种游戏嘛。我们一起画或者自己画，有时候画出来的内容我们会很仔细的去看。哇，老师，这真的是可以观察很多的事情。对，所以像画画也可以很清楚看到给内心的一种感受，对不对？因为小孩子的一些游戏它应该都是反映出他现在的生活状况啦。所以我们会去看，画图的用色我们也会很注意。大部分的小孩都会喜欢很缤纷的色彩。对，可是我们也有看过小孩整片都是红色跟黑色，没有其他颜色的。你问他说你为什么都在全部都只用红色、黑色其他颜色是不喜欢嘛？有小孩说我不喜欢，我不要用那些颜色。那这个我们就会去跟他讨论。对，老师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案例？就是比如说你爹有按有给治疗的沟场低度发现都同配音比较不一样，结果真的是因为什么问题的？是我们有遇到有些孩子比如说他大概大概就是3、4岁开始开始可以跟别人玩了因为我们知道小孩子大概1、2岁，就是他玩是你会发现小孩怎么玩呢？一群小孩坐一起，各玩各，因为那个时候本来就还没有发展出大家一起玩就是自己玩自己的。但是有一些孩子在他已经可以自己就是跟别人互动的时候，他不喜欢跟别人玩。我们就有遇过一个孩子，大家在这边玩，然后他就是走过去看一眼，
好，然后就绕着旁边就走了，然后就是自己就在房间里头绕来绕去。老师跟他讲说，谁谁谁来，我们一起玩，好，跟他搞，不要，好，然后他也不太有什么眼神的接触，他也不太好像不会对外界的别人在干什么觉得很好奇，是。好哦，然后有的时候他可能就自己玩自己的，然后自己玩一玩游戏以后就开始笑，好，然后你问他说你在笑什么，他就看着你，然后也没有什么回应，好，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提醒家长了，好，这个可能要带去看医生，好，看看在认知的发展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对，结果我们那个孩子，好，是。早期就被检测出来可能是自闭的倾向啦，所以因为我们就讲玩游戏是天生孩子不必教就会的东西，对。那如果他对外界别的孩子都不好奇，是，那家长就真的要注意一下。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个游戏治疗其实它的功能其实很多。对，第一个游戏治疗它可以治疗，这是一种方式。听一种就会穷欣赏讲诶，因为跳沟按用给沟场，你会发现到很多的问题，所以就是欣赏讲诶。其实我们说有一些自闭症的孩子，其实也是可以透过游戏治疗。对，要怎么说？透过游戏得到治疗。对对对，那当然那个时候我们跟他游戏的时候就很专业。好，我们就会选择适合他的游戏。是是是。哦，比如说像学习的障碍，也可以透过游戏。哦，比如说有的孩子阅读方面很有障碍，他就真的是没有办法像一般的孩子这样子阅读。那我们就会把他的课程拉出来，然后借由游戏的方式，让他在游戏当中去学习怎么阅读。比如说我这个字卡啦，我这块积木上面有字的咯，好，然后我就是利用这样，我们来玩，比如说玩牌，好，我们来玩怎么样堆积木，好，我们怎么样排骨牌，好，上面有字，好，你比如说来，你要先跟老师一起先念出来，然后我们才好去，对，你才可以接下一步的活动。所以其实恭喜财报，你讲游戏治疗其实是一在非常专业嘅高仓哈，其实到底用音还有用应该游戏治疗，除了地图各种越种用应该角色的，先聊下，你等下张总来好好讲。今日你绕墙都系动自庆改，你讲自送信力是，咱是讲欣赏呢套节目了，大家来分享吼。其实家长同声音嘅问题，其实有时候一个问题，你可以讲真的有去注意，你可以发现更多，你可以及早预防或治疗的问题，来说声音嘅问题哈。我们在上段节目讲到，其实游戏治疗现场有更多，比如像自闭症的孩童，当然你做的透过教嘅方式，那个教我们可以就青菜教啦，这是很专业的，就能够给他一种游戏的方式，透过治疗哈。不过说到这边，老师你在做一个游戏治疗的时候，其实爸爸妈妈给角色很轻重要的，是非常的重要哈，因为游戏是孩子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它不会只有在治疗室里头跟我们玩哈。我们最希望的是说家长啦、师长啦，可以学会怎么跟这个孩子互动。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进行游戏治疗的时候，我们邀请爸爸妈妈一起来玩，好，借由说，比如说他们跟治疗师讨论，好，那怎么在家里协助这个孩子，好，就是那个基本的技巧要学会，好，或者是说我们怎么样子带着爸妈观察这个孩子在这个时候是这样，那个时候是那样，好，比如说每一次孩子情绪起来的时候，心理师怎么安抚，我们也可以跟爸爸妈妈讨论，然后爸爸妈妈告诉我们说，US 姐，我怎么做有用，有的时候没有用，那问题出在哪？所以我们会请家长一起。那这个是很重要的，这种感觉很重要。就像说，可以跟我声音给呼吸东西，你丢到学校就好了，好像去学校才是学习，好，回到家里就好像无关了。或者说，其实爸爸妈妈的参与很重要，而且爸爸妈妈的参与，你就会提供你的声音给做游戏治疗的时候，到底得做嘛个事情，给问题还嘛该可以跟老师做得讲好好来讨论一下。所以其实还是建议，黑公你的声音有需要做到游戏治疗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是一定要参
与。然后一起互动，对不对？所以这边我们帮大家整理一下。其实我们从跟小孩的冲突也好，或者是你的小孩有可能需要游戏治疗，所以其实这边有一个简单的互动守则。对，就是说最重要的我们人一出生我们建立跟我们主要照顾者通常是父母亲的所谓的依附关系。依附的好，就是孩子可以信赖父母亲。对。那父母亲也觉得自己有能力可以照顾这个孩子，这个很重要。是，这个关系如果够稳固的话，后面的事情都比较好办。如果他不信任你，你们的关系很不好，其实你最后会越来越难，对不对？而且这边也讲到，比如适度的寻求资源给分数，对不对？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难免有力不从心的时候，那万一孩子真的是状况比较多，第一个就是不要拖到时间，因为孩子的发展是有一定的时间的。如果你错过那个时间，倒也不是说一定就补不回来，但是就辛苦您也辛苦，孩子也辛苦所以适度的在觉得说好像需要。有点特殊的时间，找专业的协助进去，比较可以就是事半功倍啦。是第三个，我们讲到爸爸妈妈要以身作则，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就因为你搞生意的时间，你去给他磨按钮，你会搞你，他就不会信任你，对不对？我们学习怎么处理我们的情绪，我们怎么对待别人。小孩的第一个老师就是父母亲。所以常常有的时候，爸爸妈妈来，我们有看到在那边，然后爸爸妈妈讲说，这个孩子真的啦，就是脾气很差啦，他每次就只会跟人家打架，然后转过头去在心理师面前就开始狂骂小孩，你这个人怎么脾气那么差？我有时候都想说，我要是那个小孩我每天看到你脾气也这么差，你每天都跟人家吵架，然后你跟我讲说不可以跟人家吵架，这样比较没有说服力啦。对，因为小孩会模仿，是不是？有时候看到爸爸妈妈会按用你气感有可能讲，爸爸妈妈就按用粥，不说俺家粥得按用粥，所以其实这很重要。第四点，处理孩子的问题给时间，我觉得这个好重要。爸爸妈妈会先处理你气感跟情绪，对，因为有的时候孩子有问题的时候，爸爸妈妈可能是生气，可能是内疚可能是自责对，比如说孩子真的是有状况他可能是生病了，所以他现在有这些脱序的行为，然后我们有看到很多父母亲很自责，是不是他。我们听过妈妈讲，是不是我怀孕的时候吃错什么东西啦？还有讲得更严重一点的啦，这个是不是前辈子怎么样啦？所以我现在才会要受这种苦啦，我的孩子这么可怜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情绪，我们会先帮忙父母亲处理自己的情绪，对因为你这么多的悲伤、难过跟自责。那孩子也会感受到，那你可以用来陪伴跟照顾、教养你孩子的这个心力，就会被情绪都占满了。那另外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孩子的一些脱序行为的时候，爸爸妈妈先不要生气，因为你一生气的时候，我们常常讲，生气的时候控制不了自己。为什么我们现在会讲说不要体罚？倒不是我真心讲啦，没讲绝对不可以，手碰到孩子。有的时候，比如说像很小的孩子，手去碰电线，那种火源，很危险。你一定是啪一声打下去。对，这个你没有时间去跟他用讲的，宝贝啊，不要碰那个，不可能。这个是不是体罚？严格来讲是啦，但是除开这个范围，因为生命危险要马上的处理之外，大部分的状况你会发现，父母亲自己很有情绪，所以万一打小孩打到最后都是泄愤，因为自己失控了，自己失控，对，所以他是在发泄自己的情绪，他没有在照顾孩子的需求，那很可怕，因为很容易其实你也不是故意的，然后事后爸爸妈妈又很自责，结果爸爸妈妈很自责，又把生爷抱来之后，然后又开始帮他擦药，有没有？哎呀，大多一条一条蹦蹦给，那这样子孩子其实会很错乱，对，一路问都带俺牙哈是
做对了，做不对了，妈妈刚刚好生气啊，现在又呼呼又秀秀，啊，都担心用哎，好可怕哦，对不对？还是会错乱哦。所以老师这边提到的其实是一个比较大前提，然后我们说几个通则，都也没按键单哈，其实要看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不过时间到这边哈，剩下几分钟，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会我觉得家长除了扮演好角色之外，其实也是要，因为很多时候生眼蝶学校的时间很长。是，所以家长要如何协助孩子进入校园，这个也好重要。我们利用最后1分钟的时间，同大家来提醒一下。是，学校真的是孩子很重要的学习的场域，而且随着他年龄增长，他会有更多的时间待在学校。对，所以我们通常都建议孩子呢要到新的环境，一定会有一些担忧，有一些害怕。家长可以先，比如说入学之前，多带孩子先到学校去走一走，玩一玩，陪他玩学校的玩具，是那个游乐场的设施，这个是很好的开始。对，然后共同参与学校就是孩子在学校的一些生活。如果家长有空，尽量抽空。那也让老师认识家长，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哦。让你知道说，你的老师在学校的观察，配合家长在家里的观察，然后我们替孩子营造最适合的这个学习的环境。好，那行为的修正，还有就是说，不要对孩子说威胁的警告，这好重要。威胁的话，孩子只听到你的情绪，他没有听到后面你要他做的事情。如果你怎么样的话，那就用对，所以我们就说千万不要讲出来说，某乖乖躺发，我就不爱你。这话我们通常真的是这个很严重性伤，对不对？孩子要能够建立一个概念，叫做我的父母亲怎么样都爱我，但是如果我表现更好，我的父母亲会更高兴。因为有些孩子一开始会不适应，我以后告脱俗哎，可以跟你同体讲，你不要去学校脱俗哎，应该就不爱你哦，这个不行。对，因为他就只会更害怕，他已经很害怕去学校，结果又发现啊，糟糕了，这样子爸爸妈妈不爱我，那你的孩子怎么办？就完蛋了。对，那孩子卡在那里。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让他可以顺利的进去。是，比如说，万一真的很困难有的时候心理师会协助说，我们先让孩子去2个小时，变成4个小时半天，对不对？慢慢来，配合孩子的状况。那有的时候可能要稍微强硬一点，但温和一点。好，比如说我陪你去，但是你今天一定要给我待着。对，好，然后你不去学校是因为你怕交不到朋友，那我们协助你怎么交朋友，怎么跟其他的孩子玩。所以其实师兄信上讲其实我觉得照顾声音到教育声音是一件很重要的责任，真是会安样讲。所以其实你要有时间啊，大家咧互相去了解。希望小朋友看，你今日俩时间复习咧，真是有得到动动某种嘅知识。谢谢老师，安子师师母欣赏，谢谢。好，乡亲朋友咧，3年下来天天认同欣赏咧做认同了。